似我哋喺砌磚牆之前，承建商都要 check 過之前嘅工程係咪已經做妥晒，先至可以開工啦。啊，今次你又講得幾啱喎。咁你又知唔知之前嘅工程包括咗啲乜嘢啊？知，要清理乾淨個樓面，將所有碎板啊、木方、碎石、垃圾、地面污漬同埋石屎漿等等，全部清理妥當。而磚牆兩邊就要彈好墨線，好似牆身墨同埋地墨、抹角、留位、留窿指示等等。嗱，記得牆身墨咧一定要到天花或者陣底，而地台墨線就要正角對曲嘅。咁另外啊，仲要確保石屎牆係冇黃蜂竇同埋移民好獅山窿，唔係第時啊就會有滲水嘅情況出現噶啦。就好似落雨擔遮，但係把遮就穿窿嘅，唔漏水就奇啦。如果磚牆係碰到石屎牆嘅話，咁相碰嘅位咧就要有賴鐵，而工友咧就一定要檢查清楚牆身預留嘅賴鐵係咪跟足施工程序嚟做至好啊。咁我知通常用嘅賴鐵方法咧就有3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喺石屎牆度鑽窿，再依照施工章程插入圓水鐵枝或者係油咗2層瀝青油嘅原鐵。咁喺安裝嗰陣時，佢嘅中至中距離要合乎標準嘅，鐵枝一邊咧就要食入石屎牆度，而另一邊咧就要預留翻合標準嘅長度嚟嵌入磚牆。仲有賴鐵嘅位置，記得一定要對準磚縫位，即係你撩牙都要撩啱條牙罅至有用一樣咯。如果磚牆係厚過150mm 嘅話咧，咁就要用2行賴鐵噶啦。又如果之後至鑽窿插鐵嘅話咧，咁就一定要留意石屎牆裏面嘅暗喉位置，千祈咪一嘢就插穿佢啊。而另一種方法咧，就係喺石屎牆上邊用槍釘上一啲合規格嘅圓水磨耳，記得啲磨耳又係一定要配合翻磚縫位，而且距離仲要合乎標準，同埋經則師批核過至好㗎。如果磚牆係厚過150mm 嘅話，咁就要用2行拉馬噶啦。最後一種方法就係喺石屎牆度釘圓水拉力網碼啦，而網碼咧就一定要經則師批核先至可以用嘅。而喺安裝嘅時候，工友就記得要用有戒指嘅釘嚟釘網碼，咁樣個網先至會安裝得夠實淨噶。就好似如果你想綁實女仔嘅心，戒指就一定唔可以少咁解啫嘛。炳叔，睇唔出你追女仔都有一手喎。使乜講嗱？咁另外承建商就要確保門框嘅安裝位置要正確穩固、平直橫通光，而門框嘅定位支撐就一定唔可以阻到砌磚工程先得噶。仲有添噶，嗱，框背咧就要油好矮油，磨耳就要跟施工細則安裝，派尺就要對準磚縫位，而門框嘅明角就要用薄夾板嚟到保護噶。咁門框尺完就輪到尺石屎尾啦。首先石屎尾就要根據門框圖同埋施工章程預先做好嘅。石屎尾入邊嘅下方位置就一定要加支鋼筋，不過為咗保險就應該上下都加上鋼筋。咁樣喺擺嗰陣時，如果倒轉咗嚟擺都唔會有問題啊嘛。即係好似個木字咁，打洞同埋調轉嚟睇都一樣係個木字咁解咯。另外咧，石屎眉嘅石屎強度就一定要達到設計嘅要求先至可以用嘅。如果磚牆要開窿嘅話，咁就要依照門框石屎眉嘅規格喺窿頂加裝石屎眉啦。咁要提醒大家，石屎眉係唔可以直接壓住木門框㗎噃。你有冇見過人唐眉係直接黐住對眼㗎？冇噶嘛。又有道理喎。咁我都知道一般石屎眉嵌入磚牆嘅長度咧，一定要合乎規格噶嘛。咁如果石屎眉冇磚牆托住嘅話咧，就要依照圖則喺石屎牆度釘角碼嚟到做承托啦。如果門位太闊，又或者磚牆流窿位跨度太大咧，用預製嘅石屎眉就會太重，好難搬噶啦。咁石屎眉就要實地落石屎，或者採用則師批核過嘅鋼材門楣嚟做承托啦。咁至於曲尺門嘅曲尺門楣咧，就要實地落石屎，又或者依照則師批核嘅方法，用指口門楣相疊。咁喺做嗰陣時，工友記得要注意門楣嘅擺放位置。咁最後咧就要 check 下啲喉管啦。
水電入牆喉管按照施工圖則做好之後，承建商就要嚟復檢同埋測試下至得啦。冇錯啦，暗喉同底箱嘅位置就一定要跟圖則正確咁安裝好，同埋臨時固定好佢。而磚牆裏邊嘅暗喉就要企直，盡量避免斜裝，因為斜裝嘅暗喉會切斷更多磚塊，同埋令到受影響嘅磚牆範圍亦因為咁而擴大啦。所以我成日鬧你，要你背脊挺直，唔好寒背咯。知啦，炳叔。咁裝好晒底箱，仲一定要用發泡膠塞好佢嚟到做保護，唔係啲沙漿就會入咗去噶啦。就好似炳叔你話齋，開工之前 check 清楚，優質工序唔會錯。咁啊啱啦。